像当时的鸟只，飞袂行，敢讲是阮的命？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徛你遐，阮的心才只有讲予山来听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。当初离开是为啥？你若问阮，阮心肝着疼。你若要有好时段，不免等雨夜。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，上好命。不通等成功要来这阿母大，阿母啊已经无你遐。哭出声，无人晓。陈浩基，你做这么歹代志，搁这么残忍，害我跳勇路河来死。不是我害你死，是你家己跳的，你家己跳勇路你河。别中途的你，若无把文文放在河底，我敢袂对伊跳嘞。你若是凶手。哎呦，我不是凶手啦，我不是啦，你这，我有地图，摕钱给你，叫你去投碳酸水啊！你是嫌钱无够哟？你想要用钱甲我学说？哼，无效啦！你摕搁较大条钱哦，我袂当洗清你的罪恶。今仔日就是你的死期。哎呦，唔通啦，唔通啦！用的啦，你救我的命啦！我会请上高明的法师来甲你超度，送你去西方世界。哦，拜托。你今仔日来甲我哀病，想当当时你先让我甲你害，甲我苦大，甲我认定。今仔日你安怎哀求我，我拢袂放你煞，一定让你死。不，袂让你死。要不要？来走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夫人啊！走袂去啊！不是我甲你害死的啦，是老爷，是老爷叫人甲你请了勇路河，跟我无关系，跟我无关系，人抓我啦！姚哥将烟药放在面前讲，讲是我头家，用住了受报仇来陷害我，你假口讲对我袂歹。是啦，迄嘛是不得已，害得阮大病的哦。你别讲我这，我爱你甲我同款，死伫勇路河，我要将你抓来勇路河，等你河中饲鱼。你看伊惊就要破胆去啊！就是安尼讲，因这种人哦，叫做恶人无胆。啊，拄则伫咧房间的时啊，迄个陈老家嘛，我惊裤底拢澹去。我得记起啦，咱若三不五时啊，甲因阿某创治者，就算我已无惊死，我剩半条命尔。就是安尼讲，参一款歹人哦，爱互我甲伊教示一下。赵信啊，当咱应该倒来庙，互我庆祝者，食一个好料的。行，呀，那变袂去啊？讲甲你哦，实在是有够恨慢啊！到到即阵拢总无进步，笨蛋。
天公伯，你还了我不是啦！我无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代志，我无害过你啦！拜托啊，你唔通伤我性命！拜托啊，你千万唔通哦！哎呦，你是要甲我惊死哦啦！你看我大声，我吵一个，你要这创啥啦？啊，我拄则倒伫房间内底，哎呦，迄叫人啊，化作鬼魂，要来收我命，要来甲我地死呢，有够恐怖的。我住伫灶骹嘛是看到门外来鬼魂，嘛是跑地安步，我唔只惊一个去走来找你。啊是讲这奇怪啊，咱斗早的时，咱钱啊、去哦，拢摕去互因啊，叫因投胎转世，啊哪会这样子个，你可要来甲咱讨命啦！我以后绝对袂去做伤天害理的代志。你还去撩我不是？你即摆遐款就上班了，你为富不仁，欺压善良百姓，不计其数，连优秀也用了。我即摆就要来这样的地下，闭嘴啦！文文，你看，迄个毋是关家。是啊，啊看样呢，那敢足惊吓。文文啊，伊敢袂阁转来甲咱掠？鬼啊！唔是我害你的啦！关家，我甲玉莲哦是人，唔是鬼啦，你免惊啦。啊？你无死哦？无啊。啊，你是要去倒位？看你安尼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无死，我就较安心。代志是安尼啦，昨暝老爷甲夫人拢死咧大厅咧。关家，蛋糕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哪个夫人哪会死？我嘛唔知影，啊，就等甲所有的家丁、长工啦、查某囡仔，拢行啊走了了啊。我嘛是要转食家己的，是嘞吼。阿娘，你两个倒头家困，阿爹，阿娘，莫倒头家困啦，你困咯，去房间困啦，起来啊！豆片，叫你，你转来哦，转来真拄好。你看，阿爹阿娘吼，拄一涂骹，我甲叫吼，拢办大起来。你甲我斗相共，叫阿爹阿娘吼，去房间困啦。吼，豆片，你阿爹甲阿娘已经死啊！啊，是啊，阿爹，阿娘，你娘啊，要死去啊，要死去啦，无情发去啦。今日文文，我真正足轻松的，紧来去，紧来好走。文文，真感谢你，感谢你答应做伙带大片离去天上飞出。唉，会当笑成一对姻缘哦，吼，我即摆心情哦，加足轻松的啦。喂，或者是啦，那是啥物？奇怪呢？拍啦，行路唔较紧的，那拍有啦。
哦，这个好得正常哦，定定讲我法术真假咯啦。哼，我即马就好好甲法术练者。嘿，咱们巴里巴里好。妈，我都想要变一只兔仔，变无成啦。叫，我试一个看卖。我嘛无巴比风。我变成功，我变成一只兔仔。你看卖，这草我做芳。吃鸡咯，射无着，出去就走。救人啊！蹲，救人啊！哎呦，紧！救人啊！救人啊！哎呦，救人啊！阿爹，你有听到有人咧喊救人无？敢有？有啊。紧点！阿爹，这有一只兔仔呢。紧来藏呀！借问啊，你有看到一只兔仔走你遮来哦？无咧，我是有听到人喊救命啦。那是恁咧喊救命是无？你看到呢？来，过对。派人跟走起来，你唔免惊啦。我金啊，你的运气真好哦，替阿爹捡到一只兔仔。对啦，遐你拄则讲有人咧喊救人，也是谁人咧喊救人啊？阿爹，伫遮啦，拄仔咧喊救人，就是这只兔仔啦。哎呀，你黑白讲啦，这兔仔哪会喊救人啦？就是的啦，是伊咧喊救人的啦。你若唔相信，我叫伊搁喊一摆互恁听。兔仔，你搁喊一摆救人，互阿爹听好无？戆囡仔，一定是你听唔对去啊！你真久无食肉，咱紧转来去，叫恁阿娘煮兔仔肉互你食。阿爹，莫啦，我莫甲伊抬啦，伊足可怜的呢。哎呦，戆囡仔，这兔仔就是要抬来食的啊！来，兔仔互我啦。我袂啦。月琴啊，月琴啊！兔仔，你紧走，才袂互人抬。我听姑娘，真多谢你。你哦，是走狗有够好笑啊！哎，好得真是，是有啥物好笑啦？当然嘛是好笑。自我生目睭发白白哦，我嘛捌看着讲啥物做事的人，互拍烂人，担仔掠个两支脚，敢若白骨滴咧，安尼无好笑无是啥？你敢有看到？废话，我是福德正神土地公咧哈，也伫我的土地发生的代志，我哪有可能讲无看到啦？啊，好得真神啊！无彩讲我将你当作是好朋友咧，啊！你明明知影讲我有危险，你竟然见死不救啊！哼，我是安怎都爱救你，赵神啊！你哦，将咱神的面子哦闹气了了啦！连你几个拍烂人，你都无法度通去对我，你是要怎帮助凡间的百姓？谁讲我无做对付啊？只是因下个字背了足紧的，我无时间用法术脱身去啊！连这个笑话你也讲会出来，你是神的，咱若讲变，应该变都爱变。后个时间哦，你担遐准备，听下你准备较好哦，哼，会花去啊！我知啦，啊，毋过你嘛知影，我的法术本底就毋是讲介好啊，所以我所以啊，你都要认真练啦。我会讲，啊，毋是讲哦，拄则我安尼见死不救啦，我是要你磨练的机会，在伫临急的时间，看当发出你的功力，会当逢凶化吉的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真歹势，我误会啊。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只要你若知影讲我对你的苦心哦，安尼就可以啦。赵先生，你无代无志走去咧拿来变一只白兔啊？你是要创啥？食饱受用啊？啊，谁讲我食饱收用啊？我是想讲哦，各月工啊都是12月日时啊，我要上天庭甲玉帝报告。我是惊讲到时阵哦，玉帝若是靠我的法术，所以我毋知偷偷一个人走去练习。哦，对，你是上赵神哦？吼，时到啊，遐百姓哦，家家户户啊，大家哦，都办甲足济草安尼甲你拜，送你上天庭，
希望讲你啊，会当咱踮这玉帝面头前哦，咱甲因讲几句啊好话，真好真好。赵信啊，会记哦，遐百姓来办捉车草的时候，你毋但袂记我呢？迄免讲啦，咱两个人是好朋友呢，我无啥哩是要请啥物啦。嘿，即边哦，我若上天庭去见玉帝哦，我一定要将月琴叫我即件代志哦，报告给玉帝知影，请玉帝赐予因一家口啊，互因哦添丁发财，过迄个日子啦。有你，有你，你做人好。毋对毋对，等者，你即摆讲我想着，你若去讲这安尼无妥当。是有啥无妥当啊？你会知影呢？你即摆吼，若上天庭去甲玉帝报告，关于这月琴的这功劳啊，你是毋是来将你变白土的时，有迄几个拍赖人甲你落去闹气代志，你嘛是拢总爱讲出来啊？对吼，是啥物咧对啦？你即摆去讲的时候，玉帝若知你，玉帝甲你骂死啦，无大见到遐众神明家笑，就甲你笑死啊啦！你哦，这也毋过，我总袂当讲为着顾虑我家己的面子，煞将月琴的功劳甲暗藏起来。对啊，咱嘛是用暗中啊找一个机会来报答你。你是神的，暗中来保庇，互咱规家伙会当来过着生活的日子，会当过得平平静静，安尼嘛是同款啊。阿娘，我洗好一条，我要搁洗一条。好好，真乖哈。阿爹，你到哪呀？欧巴，啊你行李借有无？要摆造型的行李，家家户拢嘛准备一副尔，免有假的行李通好招人啊。啊借无行李，明仔载是要哪摆造型啦？我看明仔载规矩用这番薯豆摆就好啊。袂用的啦，摆造型免这样啰嗦着。若无吼，造型来去天庭，伊是要替咱讲好话，咱以后日子都歹过啊。摆搁较澎湃，伊嘛是共款袂替咱讲好话啦。你想看卖，倒一年咱毋是真诚意咧甲摆，结果咧，咱每一年的日子拢过到这么艰苦。呸！你哪咧后白讲话啦？造型啊，阮后摆吼啊有嘴无心啦，啊你大心大量吼，你都莫甲计较吼。好啊啦，免摆啊啦。明仔载透早，我想办法用一副行李来互你摆啦吼。阿爹，你要去找我不跟你去。阿琪，乖吼，你甲阿娘住厝里煮饭煮糜，煮好阿爹就转来吼。欧巴，啊这日暗下，你是要去着想办法啦。我要去找时啊社，借淡薄仔钱啊。是啊是啊，袂用的啦，迄是啊是啊，吼拢伫放档来，利息偌悬的呢，咱袂晓甲借钱啦。你别烦恼啦，我毋是要甲借真济啦吼。欧巴呀！万总管，万总管，你是啥物人？我叫乌爸的啦，住一田尾，迄个乌爸的啊。歹势，我毋捌。等一下，万总管，你当然嘛毋捌我这种无名小辈，也毋过我捌你啊。每一个人我嘛知影，你是世界的大总管。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是安尼啦，我今仔日来是要甲施老爷借一点仔钱啊，拜托你啊吼。要借偌济？30钱就有够啊。是啊，你嘛较拜托咧，30钱你也伫咧借，去其他个本较紧啊，去啦。拜托你啊，万总管，我是有急用啦。安尼啦，后个月吼，我会连本带你还你啦吼。拜托你啦。好啦，老爷即摆伫咧食饭，要无我来甲门看卖啦，对我入来。是。
起码，你巴肚内枵，你先食啦。唔免啦，我要等阿爹转来斗阵食。天将的阿妈，看起来要落雨的款，你若钓到即马，还未倒转来食饭，阿娘是足烦恼的。袂用的啦，拜造型免这样落错去，若无吼，造型来去天庭，伊是要替咱讲好话，咱以后日子都歹过啊。伊一定会救我的。我袂用空手断，我若空手断，我起码甲阮某一定真失望的。全啊，甲灶骹交代一下，以后这猪骹吼落较烂咧，较袂安尼夹喙齿安尼。今仔日这猪骹落拢无够烂。啊，是，老爷，我明仔载会甲伊教示，要叫伊较谨慎的吼。老爷，啉茶落一下喙。你毋是参买迄个蚵仔呀？哈，你来阮兜创啥？老爷，你煞袂记咧？伊是要来借钱的啊！借钱啊？哦，哎呀，我这个记忆吼，愈来愈歹。拄啊食饭的时阵咧讲的代志吼，一直想饱讲，随煞袂记啊！你是要借偌济啊？是要借300钱是毋？免啦，免安尼啊济啦，30钱就够啊啦。啊，30钱哦。啊，好啦，借你啦。若借你伤济吼，哎，你也还袂出来啦。是。欧巴，这规矩，借30钱，一个月利息10钱，后个月爱还40钱，知影无？我知啦。这一张40钱的借条，你带顶悬来甲转了纸无得咧？啊钱我就用咧互你啊。来，这30钱你算看卖。无对，这是30钱，老咱吼。哎，等，后个月爱去摕来还哦。我知影啦，老咱吼。哼，散鬼，30钱安尼借。哎，加减趁啦，啊！一个月趁10钱有啥物唔好？你通买2支猪脚了。老爷，我是惊这个散鬼哦，死到无钱通还，咱着搁派人去甲讨，这个工钱比伊借搁较多。还袂出来上好，哼！到时阵啊，离家哩债务愈加愈大条，伊钱若还袂出来，我着替伊番薯园拄笑。但是我是外勤啊，我阿爹为着明仔载要拜你的神礼，出去借钱，到即摆还袂转来，请你保庇阮阿爹借到钱平安转来。乖囡仔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暗中将你阿爹带倒转来。这副相礼，我亲母仔囝一定真欢喜的。紧转来去。我妈说啊，
爸做。阿花兄，你哪喊行啦？啊，这样阿妈有啥代志先？我都乌爸的，阿爸安怎？乌爸就唔听怎，伊刷空挂喺阮兜的厝顶啦。啊，伊人安怎无？只是挂喺手的物件，我挂来互你啦。啊，乌爸人咧？乌爸，伊即摆是安怎？乌爸已经过身了。阿爹，乌爸。我哪会遐尔无路用？我哪会遐尔无路用？连一个人的性命拢无法度通我解救。哎呦，哈！啉酒哪人啉这就行的啦？你给我啉，我啉啦，我啉啦！别用啊，拜托的啦！人这是原间的百姓哦，一摆3杯呢，来伫咧孝敬我，我安尼困困欠欠，一滴一点哦，我都唔甘啉，我安尼轻轻做一罐。哦，啊你当作滚水安尼甲我啉落去哦，哈！你哦实在有够讨债的你。这罐酒有啥物通好稀罕？今仔日是凡间的百姓，送我上天庭的日子。假使你若唔互我啉，我就转来走到家己啉食爽快。等下啦，你甲安尼讲哦，你今仔见家门要啉烧酒醉哈，你爱记得，你今仔哦，再搁去上天庭享用地交子呢？我无爱去，我还是一个人的性命，我哪有啥物面子通我做事？我嘛哪有啥物面子通我继续的？这件代志哦，我调查真清楚。这是乌马的命该终，这伊自该爱死，这袂免人怪你啦。你免伫遐安慰我，我知影这是我唔对，这一切拢是我的错误，是我的错误啦。等下，你是要去倒位？我要去甲国庆坦白，讲是我害死阿爹，我要求伊原谅我。要去讲？哎呦，拜托的哦，你若涉了天机哦，你就无依哦。我若无去时阵，我袂安心啦。我实在是啥物天机啦？等下，我哋之前啊，你爱先做啥？放我出去啊！放我出去！我放你出去，啊，我放你出去，你是要甲我金阿母囝惊惊死哦？我哋之前，你即摆讲这个话是啥物意思啦？你哦爱较顶一你是谁？也因是人呢哈！你安尼青蹦白蹦要去甲人见面，你想看卖？伊敢会相信你的话语？佮再讲，就算讲伊相信你，你唔该讲这件代志若传出去，互人知讲你做心病的人，来惊死着凡间的人，安尼死到遐凡间的百姓，倒一个人敢来我这间庙来甲我参拜啦哈？我这间庙，若无人来甲我参拜，咱做事就无法度通去担这人间定寿。咱做事的人，若无担这人间定寿啊，自然凡间啊，就出一寡这妖魔鬼怪来伫作怪，死到天下大乱。这个效果，你敢有这个气啊？我那遐尔无路用，连一个人的性命拢无法度解决。我现在对得起我。你唔听我讲，人讲神仙难救人若要死，讲就是主。就算讲你有法律，也是讲去请大罗金仙，伊嘛无法度通我解决。咱做事，
若讲真是拢总有法度救人哦，世间的人哦都无死人啊。早是树较苦，茫然代志啊，拢过是天主。你感觉这是轻的尔。是安尼讲起来，阮对永远拢无机会通好报答我弟。当然嘛是有啊，哪会无迄个机会？要无人员间的百姓来遮拜神是拜要做啥啊？你嘛是因为暗中甲伊斗好，茫然代志啊，互咱咧大家当顺顺利利，一世人无惊无险，安尼嘛是算报答。我就真是啦，我宁愿甲我讲，我会当帮助人哋什么？打来，你唔免急啦，你啊，要上天庭的死神啊，已经差不多啊。听候上天庭，去甲玉帝交旨了，将遐交旨的代志交代哦清清楚楚，了咱才会上班咯。看是要安怎来甲我求斗相共，安尼嘛还未上班，你讲对？老爷，哎呀，啊！是啥物代志安尼大细声？啊，就干那借一迄个乌马的，害我早暗嘛，伫迄个山崖所在去抹死啊啦。啊你也管他啥物人因兜咧死几个，还是干咧啥物地带啊？无咯，老爷，听讲乌马因兜是咧散屁屁哦，连瓜叉钱是厝边隔壁一个天客的买来藏伊的了。我真烦恼咱遐钱无地讨啦。因兜还佫有啥物人？还佫一个某，还佫一个细汉查某囝。哎，若有查某囝安尼就好啊咧。恁夫人啊，顶两下讲欠一个查某囡仔通使用啊？乌马因某若是钱还袂出来吼，掠查某囝来拄下。无咯，老爷，伊只敢若借30钱尔，啊叫因查某囝来做干嘛做无几工。讲甲你哦，实在有够笨汤，做无几工，你煞袂晓想一个办法，可以加做几年啊？这确实是想无办法啦。讲甲你哦，实在是真无路用啦。阿文啊，遮无你的代志，你做你去无用吼。好。老爷，你敢是有好办法？废话，我若像你安尼遮尔讲哦，我是要安怎做头家啊？借条摕出来，我看卖。好，就这。12月23借30钱，正月23还40钱。有啊！将这个30钱的十二，甲这40钱的十二，顶面拢加一撇，安尼伊就要还4000钱。那安尼因查某囝吼，过来做10年的查某囡仔，嘛无条条拄下。对，老爷，你有够巧的啊！废话，我若像你这样讲，我世界这么大的产业，是要对倒位来啊？小宝，我这个干跳你若扶起来吼，一世人唔免烦恼吃穿。对，老爷，你头壳实在是真巧，连孔明在世咧都无法度甲你比。搁再讲啦，我足含慢的，我嘛学袂起来啦。汉子都还袂好收拾，当然嘛是细条。回去啦，我甲你斗骹手。哇，这大条汉子，阿娘，有大条汉子通食。就这呢。欢喜着，欢喜着。阿娘，我转来啊。阿琴啊，你毋是讲要去学汉字，阿学有？有啊，汉字，拢足大条呢，学拢学袂完。
你免安慰阿娘啦。啊，他即马寒钱也无着时啊，哪有可能会当学遐尼大条寒钱咧？就是啦，你若有消息，我摕互你看。阿娘，你看。哪有可能遮尔济寒钱啦？啊，这一定是土地公伯爷保庇。土地公伯爷同情咱的生活遮尔歹过，所以毋知互咱遮尔济寒钱。快紧啊，快紧的，咱来甲土地公伯爷说多谢。好。土地公伯爷，真多谢你，真多谢。土地公伯，真多谢你。有人伫咧无？有人伫咧无啦？快紧啊，你看是啥物人来？哦。恁内底若有人嘛，小出声一下，有人伫咧无？你是啥？你要找啥？看起来你敢若是乌爸因查某囝吼？我是要来找恁阿娘，今日阿娘出来。我阿娘咧破病啦，有啥物代志跟我讲就好啊。哈，你一个囡仔囝是要甲人讲啥物货啦？我袂甲你讲，今日阿娘出来，我才要甲伊讲。我听嘛。阿娘。你就是乌爸因某吼？是啦，啊你是？我就是咱庄内上好嘅时因兜的总管万全啊，大家拢叫我万总管。万总管你好，啊你找我啥物代志？哦，因为恁翁乌爸的要死的进前咧，去甲阮老爷借钱，这你知啦吼？有啦，我听乌爸提起，伊就是去甲你借钱，毋知。阿娘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哈！我是要来讨钱啦，毋是要看你母仔囝在咧靠爸靠母啦。讨钱？对啊，恁翁乌爸在世时阵就甲阮老爷借钱，但即摆伊人都死啊，我当然要来找你讨啊。万总管，真歹势，阮兜也无钱，你是毋是会当互款限者？等过年了，我再共借钱还你好无？你讲什么笑话啊？哈！哦，你讲宽限就宽限咯，啊！啊，你若落跑去，我是要找几套？袂啦，啊，我有一个限钱行，啊，等我变较好的时阵，我就摕来卖，到时倒钱好还恁啊。啊，你一区限钱行，总互你收成，总卖完啦。这偌济钱，啊！啊，你敢知影恁乌爸会甲阮老爷借偌济偌济？3000钱。3000钱？这哪有可能啦？是安怎无可能？你看你无？这有借条伫咧哦，写甲真详细，借3000还4000，搁有恁乌爸的亲人邓酒无一只，你看啊？有看无？啊？我快甲我讲，伊要去借一寡钱要生礼，啊，哪会可借遮尔济钱呢？我要来知伊这迄个钱要创啥货，但是阮老爷有交代啦，代念讲恁送啊贵咁要掠去吼，也用3000个补钱就好，利息免送。3000钱，我外风顶大迄一天，身躯嘛才偌钱，到时伊若甲你借遐尼济钱，那安尼，从哪遐个钱咧？啊！你问我要问啥人啊？啊！钱还我都问唔着啊！我确实是无钱啦。你看我这环境，你嘛知影，阮生活都有问题啊。安尼啦，你做一下好心，等我变好的时阵，我再拍拼趁钱，再慢慢来还恁，好无？啥？慢慢啊还？你欠阮老爷遐个钱，咱还规世人都还会完，你知无？啊，袂用你啦！我就真是无钱啊！无钱啊，真简单，恁查某囝仔外翕啊，来去死甲做查某囝拄啥？妹妹，我袂将我跟我你吵吵，我袂答应。你唔答应嘛，咱答应啦。妹妹，你妹妹，你别将我你吵吵。来来。我听了，我听了。
是要气死我哈！犯奸的人后遐尔啊酷刑的啊！好，我这法律精神哦，绝对要好好甲你教示一下。哼，你哦，人当作讲天理哦，袂甲你报应啊！哼！阿辉兄，阿辉兄，我爸说，有啥物代志呢？阮后排顶个伫山看，搬来恁兜的时阵，伊身躯是毋是足侪钱的？无呢，伊搬来的时阵，敢若手挂一寡行李，无啥物钱呢。后排死去迄一天，伊去甲时啊社借3000钱，啊靠条买一副行李，嘛应该还阁有2900外钱啊！啊，你送伊倒转的时阵，伊身躯是6个钱啦。啊，剩的遐个钱，啊，伊应该是为遮搬来时啊放去遮的嘛。哪有啦？我今日刚刚收你厝顶，连甲一个钱嘛无看到。阿辉兄，我拜托你。我说，起来！你安是咧创啥？阿辉兄，我吼真正爱有遐个钱啦。啊，你若捡到的时阵，你一定爱还我。若无吼，因会掠我天啊去做查某干拄潲咧。我爸说啊，但你是咧讲啥？我著明明无捡到遐个钱。啊，乌爸都为你自家遮弄落来，啊钱应该是当咧遮嘛。我爸说，啊若照你来讲，你著认定遐钱是我摕去。无啦，也毋过吼，我明明无遐钱，我若无遐钱，因会掠我天啊去啦。阿辉兄，我拜托你好无？我爸说啊，你小到过分呢，恁乌爸弄歹我的厝顶。我无叫伊卖就真好啊！你看到等无啊，我捡遐个钱，你啥够超过你？点点啦！你若搁叫你妹，甲你扒落去哦！哼，行。不笑，我笑你妹就总甲你死头咯！靠！原来就是你咧甲我作对。哎呦！哦，我卡！哎呦，卡！啊，你是要逃走？啊，搞起来你是要走去倒？对了，对了，哎呀，快点，看你敢搁走无啊？啊，苏无空啊！啊，你是要我惊死哦啦！好你正神啊！啊，你是咧找啥？空的啊！啊，你哪有用通去来还奸？我特别来还奸哦，找你啉烧酒的啊！啉烧酒？若讲还奸的酒哦，趁海啦！啊，对啦，空的啊！啊，这赵神啊，伊讲上天庭要向玉帝交旨，啊，去找受顺利也无啊？有哦，玉帝真满意啦！啊，特别存3工假吼，某赵神吼，踮天庭加算3工啊，才倒转来啦。什么啊？有3工假？我冇事啊！我冇事啊！好这神啊！啊是啥物冒事啊？是毋是有啥物好康的？啊无小报一下。哎呦，哪有啥物好康的啦？也算唔知影赵神啊，伊要上天庭的事啊，有交代我，叫我来替伊照顾还奸一对母仔囝啦。我这几工啊，家己无闲啊，挡袂牢。伊讲万3工要倒转来，安尼我唔是冒事啦。好这神啊！啊是啥物母仔囝？为什么赵神爱特别照顾因呢？卖问啊！紧啦，紧甲我斗3工者啊，找3000钱啦！哦，原来你是咧找钱哦！啊是啥物人的钱，这么重要？当然嘛是重要啊！迄乌爸要死的进前哦，有甲时啊社借3000钱啦，即摆遐钱哦，拢总放进去啊啦！遐钱哦，若无赶紧找出来时啊社，时到时啊社，一定掠外去哦去做查某干拄潲。当初时哦，赵神要去天庭的时候，特别甲我交代，叫我无论怎样，一定要照顾因母仔囝，但一声安尼惨啊！伊若倒转后，看我对面啊交代就好啦。空的啊，你有我拜托一下，暗中去甲伊保一下哦，较免害用欺负啦吼。我拜托。我怎么家己找麻烦呢？空的啊，啊你哪会安尼讲啦？咱做神明的人，帮助还奸的人，这是应该的啊。你哪会讲麻烦啦？嘛安尼啦，我拜托。别，你莫甲我拖落水。好得正神啊，我奉劝你一句话啊，饭哦加食一寡，闲仔事哦较莫插的哈。空的啊，空的，莫走啦，莫走啦。够代志啊，够代志。
哎呦，代志乃较济猫仔问啦，即马阁有信徒来底进香啦，这三件若举起来吼，唔知是要阁拜托我什么代志，我看我是赶紧转来处理较要紧啦。紧的啦！我今晚就做给你听。土地公伯啊，旧个你面头前是我阿慧啊，我像人家就抓，我若扣着乌白的钱哦，我就互你讲拍死啊！你有听到啊吼？你会使相信啊嘛？阿辉兄，我毋是故意要冤枉你，我是不得已。好啊好啊，莫好讲啊！从今以后啊，咱两个田无交水无流，以后莫小搞插啦。阿辉兄，阿辉兄。头就讲过，我拜托你，你甲我真实一，你爱钱到底是啥物人甲我摕去？我拜托你。唉，你乃也讲，你头壳里到底是一个想啥？是安怎？你会怀疑讲是恁翁的好朋友？你乃袂去怀疑讲是世界人伫咧骗你？多士，多士，你安尼赶紧要去倒？我想要倒去还间。你转去还间的时间还袂到，那遐尼着急就要倒？无啦，我是想讲吼，伫天顶也无啥物代志通好做，我想要赶紧倒去啊。安尼是袂使的啦！你转去还间的时间就还袂到，是袂用后袂乱走的啦。哪有这款规矩啦？敢讲我伫还间有要紧的代志要办，嘛袂当提早落去是毋？袂用的啦，天顶有天顶的规矩，大家也是拢学袂来，安尼天顶就大乱啦。你毋免学袂来哦。也毋过我正经有要紧的代志要办。你若有要紧的代志，爱先甲药店报告，这会当离开天庭啊。药店若是会稳准，我就袂逃走。哦，原来你要逃走，跟我去见药店。毋是啦，你都做，你莫安尼啦。赵兴，你是来真原来，是安怎要违反天条，私自下凡啊？敢讲我落凡间去救人，安尼嘛袂用。救人？救什么人？救我的恩人啊！